后来有民众来报文，讲过年的期间到家己当招食蚵仔，了后是一直吐一直闹。啊，业者是出面来赔会，讲这个蚵仔若项无熟，确实会有状况。讲因的食安有保险，一定会负责到底。啊，那卫生局是讲有接到2件通报，目前有10外个人出现镜头，已经前往稽查。蚵仔若青，人客就爱食。有民众伫咧网络铺文讲，过年期间去家己当招食项蚵仔，等去厝了后就开始吐骨肉，有去红化，嘛已经拖第4天啊。问店家敢要出面处理？食因为店家无能控制你安怎食啦，你含有熟甲含无熟，店家嘛无法度了解啦。啊，食物件有出问题，阮店家一定负责到底，因为阮这拢有食安保险的。 恁做恁吼，把身体顾好。业者讲一定打到底，民众和医生款收据爱收好势，只是到底倒位有问题，业者嘛无清楚。嘛讲人客含蚵仔敢有含有小只食，伊嘛无了解。不过已经停业做消毒。卫生局讲有接到通报，前一天稽查冒犯业者的食材放伫咧涂骹，含其他违规的事项，已经要求因改善。今日透早嘛有去稽查2摆。 接获2件疑似食品中毒通报，那大约有10多位的民众吃了烤客之后出现肠胃问题就医，业者也主动停业1天作为清洁消毒。卫生局嘛提醒民众，即马落热病毒长咧换，实在清较熟爱分开，嘛爱煮好熟、烘好熟，菌才会杀死。啊，那到底是啥物原因，互人可以食甲吐骨肉？会进一步调查厘清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